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传出去年伊咧参选花莲县长的时，是甲一个已经有某姓李的水总谈恋爱。即马对方的太太提出告诉，要求古拉斯爱赔100万。古拉斯伫昨昏随时调总统府发言人的职务，不过伊嘛伫面册顶头背回讲，代志毋是亲像媒体报的安尼。花莲成了恐惧的总和，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我是无惧之人。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2022年，和民进党顶调投入花莲县长的选举。伫地方走行程的时阵，边拢有一个五官端正、体格真好的随和，随时咧替伊注意安全。我想到即马说，互周刊爆出讲，伊和即个已经结婚的随和在行，随和的某阁去法院提告，要求赔偿100万。古拉斯被随请示总统府发言人，总统嘛准时。转接语音信箱。古拉斯是无出面来回应，伫面册讲周刊的爆料，真侪所在拢有假过，而且受限。伊讲对方婚姻的情形无正清楚，嘛毋捌有啥物超过规矩，也是亲密的行为。目前两个人已经无联络。当事人姓李的随和和古拉斯拢是阿美族的人，正伫咧桃园的保安大队服务。2021年调回来家乡花莲，拄做外壁派出所的所长嘛，封调李主管。李元已婚，有2个小孩子。那本案如调查，李元涉及不正常感情交往行为属实，将依警察人员奖惩标准规定予以惩处，并追究相关主管人员考监责任。古拉斯捌做过原民台的主播，搁伫咧府院党拢做过发言人，嘛互看作是大清德的子弟兵，但是嘛有争议事件。2014年的时阵，捌食酒赛车红发班，参选花莲县长的时阵，互批评讲是空降的。即马搁标出一个歹代，嘛互民进党伫咧花莲立委的布局搁较困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